过来最近一寡食安的问题，嘛造成早排疫情是欠管，亲像王品集团的餐厅、库拉苏士，佮有台北市溪山里，拢验出诺罗病毒。王品的餐厅有员工佮师傅3个人验到哦。事实是强调讲，若说是因为师傅佮员工引起食物中毒，上济是当罚2亿。 最近食安问题直直壁，疾管署公布，顶礼拜全台湾歹腹肚看门诊急诊的人数达到强要14万人次，比顶礼拜上升1.5%。最近4个礼拜也接到203站歹腹肚群聚通报，也比去年同期悬出2.7倍。其中3大群聚案件包含王品的粗瓦，佮有享乐西门分店、库拉素食案，也佮有台北市溪山里案，拢有部分的检体验出诺罗病毒。 假如这些工作人员他们自己本身带有诺罗病毒，其实是你在处理这些食材，当然有可能会传染。诺罗病毒在人口稠密的地方，其实它有可能会飞沫，也会传染。疾管署检验发现，目前溪山里有3位民众，库拉苏士有3位食饭的人客，拢验出诺罗病毒。王品集团旗下餐厅是有2位食饭的人客，2位员工，1位厨工，互验出诺罗病毒。 对此，食药署强调讲，若经过调查确认是因为厨工或者是员工污染，地属的食物中毒案，上悬会使罚2亿。认定它是属于食物中毒，它的一个病因，那这个我们就可以依照食安法的第44条来处以6万到2亿。那情节重大的，当然它是可以歇业或者是停业。食药署强调，库拉苏士食物中毒案其他检体搁在检验当中。 全台湾分店的稽查也继续进行中，目前已经稽查55间，其中32间是稽查合格，期限内爱改正的有21间，暂停作业的有2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